哎，来了来了，今天还是来的比较准时，其实比较晚。哎，我拍了一些视频还没传完，还有几十个，今天才传了20-30个。哎，来了。他穿这样装好看，我们叫他西西，他也叫大这个 C 叫壮骨嘛，壮骨后面觉得不好记，改成西西了。有点不清楚。没开自动对焦吗？哦，开的手动，没开自动。现在好了，开自动了。开了 MF 不开 AF。在直播哎。快我爆上了，不要抽，我前面抽了啊。后边那个女孩子动作很大。电动车，小红鱼的那个汽车进来了。用错了么？用错穿个衣服还不一样的衣服啊。同志在直播。
左往那步没看到的。
小心点啊，它就会打的。小心点，它会打的。真来了。粉丝给认证献花就可以了。有挂了在我这儿，他有个粉丝下午再发到。他就说嘛，他就说，先我他到车，他又给他献5条，给花的。献5条哈的，哈的，好。
等下午和哈达，还有一束花，一束花。你现在跟他说吗？本次买了5盒哈达，5颜6色的那种，然后一束鲜花，90个雍正。红布后面那个不知道是谁，感觉不是，反正应该是挑的好的，只是没什么表情，没。后面是拉姆啊，然后是雍措。也是西西、长巴、阿叔，还有没有了，后面几个男的跳得好。他把我忘了。不会，他应该不会忘。这永远。过来吗？现在等会儿再走吧。我可能要走。啊，几点钟？现在走可能。啊。我今天有点不舒服。那不是他8点20。啊。我等会儿。要么9点钟过来吧，9点钟吧，好吧。好，等会儿见啊。好。走了啊，等会儿见啊。等会儿见。
他现在他有事情去。中王拉姆，以前叫拉姆双胞胎，他一个妹妹嘛，妹妹在拉萨，之前8月份应该是在罗马那边，后面去拉萨了，那边拉萨生意好很多。白吉汉堡，他做汉堡包，他姐姐现在在卖藏装嘛，拉姆藏装。他就在甘孜县，现在没在成都了，以前在成都，之前在广州。德国那个是战地嘛，战地就是绿颜色衣服那个，这个绿色的是战地，7级。战地和那个刚刚那个中王拉姆是同学，初中同学。他在这边待4到5天吧，4天到5天就要回德格县。不是，他之前没有教团队，只是在境外那边跳舞，没教团队。只是有些人很服，比如说后面那个黄青、那个欧姆，这个欧姆，这是德国的嘛，德国的比较多。德国还有那个扎西，德国人比较多。有点反光呢。他也没在成都这边常住，没必要教。
直播的时候，别人要问，你不可能不说话啊。那你要看的话，你只有找专门的电视台给你拍。我们是个人的啊，那个我没办法保证那个，可以看可以不看。反正都是个人爱好，这个没办法保证，本来也是个人的。要看专业的，可以找专业的电视台。我们是个人的，可以不用，是不是？不要提那么多要求。直播一直在摆弄这，我们直播基本上很少，除非有人问问题，我就答一下。哎，这个他跑来跑去的。上衣的，这果霜取针呢？对，果霜取针就是果霜取针呢。它后面那个公布旁边那个我不认识，新来的，没什么表情，一般也不笑。这里有个小朋友跳得好哦。这两个都跳得好。那个小朋友已经看就是刚刚到成都没2天，我以前见过他。那个让取的是哪个的妹妹，我一下忘记了，团队的。
凉山没有啊，凉山是偶尔有一个，很少很少。有乌家馍刚刚到。推水什么样？玉树是义乌，青海玉树。有人给山区这送花给他接过去吧。好，给山区的。让手做保姆，带给你那钱着，就那在他店着，马上身体肯定噻呀。就那在他店着，一个当白当 PK， 我就要投他。素了，对，送了啊，送了。这个花好大，一点种哦。是送的。掉了一只。怎么了？树惨了？什么意思？不知道哎。这啥意思？哦，是王军，知道，现在不清楚了。他应该。这个就一直带上吧，反正一直带上。输啦！你们看练习吧，我不知道，没看抖音那些，很少，一般都是个聊天儿。他也要看，他天天得看啊，天天看那种跳舞。Hello， 家人们好 ，Hello。这边有300人。小朋友跳。哎。哦，我以为是秋季了，看错了，不是。我这个格上去这下好费劲。哦。
动作，送太快了，刚刚送过去就没有。太近了。这欧姆的亲戚吧，你看，要不是朋友，不认识。这是什么？差点没给上，我去，过去，我接到这，我去这里，我去过去。互相送吧，不知道哎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哦，有可能他们昨晚上是抖音里面那个玩了一些。他只有他一个人嘛，还有那个亮哥他们，坤哥不在，以前亮哥在，两个。
后这个小妹妹王青在教她左右。9点钟了。对。到了。啥子栏目呢？栏目吗？百合栏目吗？百合栏目。这个等一下，那个3度的。跟我来嘛。在前面第二个穿绿色的身前是第二个，前面第一个了，前面看到一个绿色的，前面是第一个。哎，就那个嘛。对，第一个。偏蓝那个嘛。对。就那个嘛。对，第一个。这就是韩国很时尚，就是去对那个昨天晚上，不要打电话给那还有一个，这个他们那个的。有个电话给我们啊，这个他们这边有。没有啊电话？还有一个。15号。到时候你给我说就行啊。哎，不行，我要报。还想报？报吗？把那个绳子给他系。没事，拍不了。
写是黑色小狗狗，然后上面写噗噗和它主人，另外一个主人家里面这个，我那小狗狗，它玩一会儿就不玩了，是不是？它等一会儿就走了。啊，这狗狗还给你了。好了，你去跳舞吧。这个好听，这个。全是山哦，是山。故乡高原。
它都湿完了，看没有？他们肩膀上面身上全湿了。谢谢，谁送的礼物啊？美国的，谢谢国外的， ，Thank you。谢谢。我是用那个陈翔的你送的。两个母都在一起，两个母，对给一个母和大头母两个，啊。喂，老婆，你好，你现在在哪个位置啊？过来，旁边过来吗？啊，那个我那个礼物刚刚到哎。啊，我买了那个巧克力的钱很多。哎呀，你是说同意了吗？那个9点钟可以吗？你1个月嘛，要不我。你现在在哪个位置啊，老婆？等一下我过来，等一下我9点半我来找你嘛。就是上场也可以吗？好吧，我这儿等你，好吧？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嬉笑。祝福。3分11秒左右吧，这个歌不长。
西藏是吧？都要跳那个秋季啊、冬至啊都要跳。哎，跑哪去了？啊，还没来呀？完了，跑过来了。还有一个，这个都是只是一节，那完整版是6分多钟的。那首歌找不到啊。可以。我顶上你有东西不能给不给？这边13。俺那把子叫做长相，啥意思？快点过去。快点。10点过钟啊，早了点过去了。哦，不错，洗澡过钟，我错了。6分30多秒，完整版的。之前放的那个都是中间一段。
等子也10万了，不做造型，全部10万了。不要吓他。金爷来了。全人肉丝饭。现在是9点21，还有10分钟。这就行，等会儿往前进那个。我讲嘛。还有10多分钟准备唱，那没事。什么歌曲啊？你放啊，你放啊。好香啊，那花的味道。真的送一瓶送，真的谢谢你们，真的他很近了。他拿着水就在回家路。不是，往前送，马上送一个，没事，去送。就是谢谢，看求你了，人家都说。
哦，到下午要不要？手机。赶紧啊！是啊，我来发给你，我发给你们。兄弟们，来吧来吧，还有2手，看完走了，我要下班。那就中间这个嘞，对，弄那他，去了嘛，干了嘛了，我到这个里头有，哎，跟他挑一个。跳吧跳吧。真巧的。群里面发。转了走，现在不是围到一起。别让走，别让走。多取点肉。
不会，起码我起码我呀。还有，放音乐。好了，那往后面推。哥哥，妹妹，再往后推，再往后头推，往后推。哎呦！他叫做录这个我要不要发给你？她是美女。多少网嘛？多少网对，那个短一点点。这我会，这我确实会。没来谁？马上，有可能了，小丽，文真应该要上吗？我现在是他那个，我准备来。张小璐。他们上了。在跳骑马舞那个位置，在跳骑马舞，他们在跳，我们在这旁边才拍那个跳脱丝儿王，跳骑马舞，我在里面，应该马上就完了，还1分钟。哦，好。对，马上完了。没有喽。
你在拍那种这边直播吗？拍视频。这边好死了。就这个盒子这么多啊？不多，里面这个，谢谢。里面是巧克力啊那些东西，是吧？谢谢。糖果比较多。 thank you。哈哈，不客气。好，你们把手机下了。那位哥哥在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在哦，有可能在，他也没有。这位就是纯祥，他叫纯祥。纯祥是吧？对。 Thank you。感谢。哇，这么好看。明天你就走了吗？明天我要走。哦，回甘孜县吗？嗯。哦。对。好，你以后是你就要去看你妹妹吗？你不是要看有拉萨吗？哦，好的。我以后可能要去拉萨。哦，你要去看一下。然后我们下次过来了。好。冬天我。反正基本就是成都拉萨。穿着漂亮的衣服在你们面前跳，我等着我哦。好的，谢谢，好。没准你们有可能是两姊妹。对，我们两个是亲姐妹。啊，对，有可能以后有的是机会。那个英语怎么说来着？双胞胎我不知道，搞忘了。 My sister。就是一直。 My sister in 拉萨，特别差，对吧？这样子会。对，就气上了拉萨，因为他们得打招呼。他们都很多都认识。很多都认识我。对啊，以前他们有些看直播都知道。Thank you。拿到。不客气。拿到这个礼物了，收到礼物了，中秋节。好，这就是国庆节了，今天马上国庆了。昨天国庆节，昨天中秋都过了。对，对，就国庆节吧，明天就过了，明天就是国庆节。谢谢。没客人，不客气。反正随时联系嘛，有微信，有电话都有。你来拉萨吗？我不知道，有可能想去就去啊，我不存在。你如果想去的话，一定要联系我。我都不存在，我还没去过拉萨，我老爸他们去过，我没去过。非常好玩。对，那边反正那边我知道拉萨那边也有跳那个的，有几个地方都要跳，还场子还很大。对。我以后看有可能会去吧。你们去啊？那随时可以去就去。因为主要我孩子上学的话，我随时每天都可以去。对。我没有。寒假期间、暑假期间就去。对他上课的话，我就自由一些。晚上我一般回去比较晚嘛，10点11点。一般可以出去，我想去那个，哎，叫什么？这里有个瑞瑞嘛，不是叫那个青海的那个。他也是很出名的，这个瑞瑞和兰兰，他们一家3口，还有一个江刚那个，他们是兰州的那个兰州一个俱乐部，他们自己在跳很多了，就是很火，他们在西北那边很火，都知道。然后我以前就问他了，国庆的时候他没在那边，后面我就没去。你本来想去是吧？你国庆那边这边不是休息吗？对。休息了，然后我就本来想去，但我又过来了，叫我过来的。你看，我带着弟弟过来的。你弟弟啊？这个戴眼镜那个吗？他是我弟弟。是亲弟弟吗？亲弟弟哦。哎，哪个？长好高了吗？我觉得。还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嘛，是今年是那个抖音上面那个一个骑自行车那个，还是也是弟弟吗？就是你们回去的时候，不是你们去村子里面，你妹妹发的那个，有个骑自行车的，每次从那个桥那边骑个车，然后有个小孩子。上次我们那个去那小的那个。对，他是最小的。也是一弟弟哦。对。哦，对了，2个弟弟。哦，对，这个。记得还清楚。对，这个好多大？这个17、18岁吧。20岁。21吧，他20岁。他还在读书吧？应该。他还在画画，他是学画画的。哦。唐卡那些。对，我估计是一种。对，你。唐卡的是罗桑他们就卖那种嘛。队长他们罗桑队长就卖的。对，狗狗。特别可爱，对吧？你看人家送的，给我一下，谁送的？就说我的网友。就是在美国的，以前他之前那天晚上就看他直播，然后一直就说有时候就要送，
那次我联系他们不在成都，后面我就一直有消息就。他今天在吗？今天我没看他发消息，没有，我不知道在线看不到哎。在线看不到。他如果在的话，有些他发那个聊天截图那些都有。就是春香，他名字就叫拼音就是春香。哦，对，他在，但是哦，应该是他在不在？应该现在应该在，有可能他可以看回放，应该可以看到，应该可以看到，应该在，有可能在，但是没说话，现在没说话，那应该几分钟之前，他应该肯定记得啊，两姊妹，双胞胎肯定记得。双胞胎，还有一个在拉萨，他知道。对，那天我们在商场中，那边商场嘛，请他走，就前面商场。对，好像8月多到了拉萨那边。6月底走，然后6月底走的话，然后把这个车子给了邓真。妹妹。对。他应该可以看到，只是说他现在没有聊，没有说话，对不对？还有春香。对，他叫春香，他是纽约法人那个纽约区皇后区啊，纽约皇后区的那个。那小李老师，你怎么知道他要来呢？哪个？我们联系的嘛。哦。走吧。好，我想跟那个春香打个招呼。哦，这是你的。对，人家送我。哦。国外的一个朋友。这个好实用一些，这个可以随时回来吃。那个鲜花的话，要靠在这里吗？然后不是放那了。啊，对。你看，他认识你啊。他要找我抱，他每次要抱。好嘞。那我们反正随时有微信可以联系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没事，我拿到了。走吧。好，拿走。好的，没事。那我们常联系嘛。好的，好。我走了。抖音可以联系，微信也可以联系。可以。就是你那个视频只有几个了，只有。我删了，那视频我也想说，那个删不了，因为跟有些创了嘛。哦，对，你还有直接有开了那个商店那种连接嘛？对。有连接那种就应该就是你有商品展示那种，应该就不能删。对，没事也可以发着玩嘛，反正那个。发着玩嘛。对啊。我每次都看到你视频哦，你啥都发，真的。对，我发了很多喜欢的，我没管那些。对你喜欢的那种。那个我没管那些，我没在乎这个。以前，因为我同步的那个发了我国外，我就发抖音。一般我没管他有没有人看，我自己当收藏了嘛。对啊，自己喜欢就可以了。而且有些真的很有看点，就是那种有点风险的呀那种。就国外的我以前转的比较多。对，国外的特别多。国外我转了有些，前段时间转的多，他每天有时间跟个几十万那个播放量、点击量都有，但是后面突然一下就没有了，那个没管他，没管他那些，本来也不赚钱那个，本来就是6、7年总共100多块钱，那个就没管他，本来那靠那个不可能赚钱的，那就搞爱好嘛。对，爱好就真的。对，抖音那是不可能那个考那个赚钱。这个有8斤哦。7、8斤左右吧。8斤是吧？7、8斤，但这个有那个背心不存在。我现在买了个背心，就减负的那种，就不存在。以前是拿的比较重，这个是比较重的。对，这个比较重。以前的镜头机身那个。那你拉萨来的，我肯定要去拉萨。可以。来的话一定要联系我。可以。哦，我在那里等你。好嘞。然后冬天可能会下来。哦，对，我们冬天我老爸他们要去米易那边住。米易那边。他们住那边，冬天住那边比较热。温度比较高嘛，好一点，好吧，好的。那跟直播怎么说啊？他看到了，春香说他不说的，就是他说的他就是糖果在这儿，然后就说了这个，他刚刚说的。说的什么？我这儿，我就祝福你，就是祝你有什么好运啊那些啊。谢谢。我应该是这样，我们在。你用藏语说，他有可能会。我今天穿的是汉服，是那种现代服。跟他说我今天穿的是现代服，然后我妹妹没有来。啊，对，他知道，我跟他说了。拉萨 ，together， 是吧？这个说他知道，他跟我们之前人家沟通了的，好，那拜拜，我走了。拜拜。这他弟弟，他的弟弟。这是他弟弟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他一家人，还有一个小。对。所以你们4个人啊，4个。4个人了。对，4个孩子。
对，还有一个小的，才几岁。拜拜拜拜拜拜。谢谢。啊，不客气，拜拜。哦。他就受影响，那天不是他拖的影响吗？他今天05好像是。他05领了，他领了几次了？可能是群里面统计哪个05吧。其实不存在，都会跳，每个都会跳，哪个领悟都一样。前2天05是因为他会跳吧。其实那些老，群里面肯定是有规定的。其实一般的五项比赛就基本固定的音乐，都基本会跳。有一段时间乐不一样，也换了几首歌。现在这几天跳那个西藏歌庄跳起来那个，还主要是男娃娃跳的比较那个，女的就那个点点，男的幅度很大。明天是国庆节个。啊，明天国庆，你就不用那个吧，不用到处跑，就在成都玩，反正就有陪他们玩嘛，反正他们也不去那个地方，大不了就去春熙路啊那些，就基本上那些地方，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。才上班。什么情况？什么设备有问题啊？哎，不管他。他的手机在这里。我就我那个相机停止拍摄了。